高雄大树的河山里，居民来定情，讲因当地有一个山坡地，互开发做供电场。啊，这个供电场离因的砖头才100米远，结果才落一场的大雨，土石就拢连落来。因是真担心讲打来落雨贵，也则是做风台，恐惊会引发到土石流损断规个砖头。市长陈其迈讲，这个供电案有几若改违反到水土保持，而且时间嘛无符合到原本的计划，已经要求业者停工。为办公中心的画面看到，规大片的山坡地，拢有设一叠一叠供电棒，差不多规山林拢有。这是高雄大树区河山里里内一个山坡地，实际来到现场。这供电棒拢架悬悬，在地人讲本来架设的搁较济，不过因为无符合时间计划，被人罚钱了，就拆掉啊。不过如果供电棒就死价乌袂等。咱这产业道路，你也看一寡材料有无？你搞你也看，还有含无？但伫产业道路为带入水沟内，在地人讲大雨一日来会去踢掉。啊，时间像小林村安尼袂烦恼哦，会吧？毋那一期工程要2期伫进行，规大片的山林拢无树啊，在地李长讲大雨一日来，扣水池拢互沙石仔踢掉咧。哎呀，这光电板去接底下，是不是所有的水就归真爱啊？就会灭村了。李长来讲，就是因为看到2期工程离居民所住的住落差不多干那100公尺，莫怪在地人拢会烦恼。迄地拢无实啊，对不对？像土石流安啊，这就安无够，然后搁较够，啊你就好样呢。针对面对这个供电案的抗议，市长陈其迈表示讲，已经要求业者停工。这个筹设的这个许可啊，跟当时所符合的相关的安全标准，应该再重新检讨。所以我们也会去函这个能源署，希望说该案应该再重新检视它的筹设许可跟计划书。在地人望讲，设置部分到目前为止就好，莫搁开发落去啊！若不然真惊讲供电场会毁掉因的家园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